養生有道，和氣生財。大昌行認可二手車及香港汽車城，恭祝大家路路暢通。香港警務處祝你防騙是福氣，守網添喜慶。祖傳八鄉南苑盤菜專家祝全港市民盤滿缽滿。鼻塞實瞓着，試下安鼻靈啦，5分鐘通鼻，長效10小時。安鼻靈一噴即通，長夜好眠。恭喜發財！豪宴飲食集團新春期間全線照常營業。潮州商會祝大家馬到功成，百業興旺。呢同劇團恭祝大家馬到功成，3月6號至8號，安國紅玉高分期見。澳至尊至尊靈芝祝你身體健康，晚晚瞓得好，日日都咁精神。澳至尊同人敬賀。Everlife 日富資產策劃祝大家日進斗金，富傳萬代。簡約公屋首4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，每月租金只係約800至3000幾蚊不等，住戶嘅居住環境同生活質素大有改善。第3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、柴灣及屯門嘅4個項目，於今年第2季開始陸續入伙，現已接受申請。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請啦！我哋係鴨湯啦，想女團出道，冇咁易。我哋食草咋？第一堂體能訓練，前左後入，你哋好似喪屍。做卧底會唔會好啲啊？捉住佢哋！以機會跌，中空嘅會失，你哋全部都 fail。喂，佢哋究竟掂唔掂㗎？你哋咁嘅款啊，波對飛虎俾你哋都冇用啦。卧底叫啊！星期一晚8點半，翡翠台。一馬當先行大運係由香港歐化飛鷹活樂遊呈獻。我兒時嘅習武夢想又要翻嚟啦，因為我要鎮夫哥。講鎮乜嘢啊？振作啊！你知啦，咁多狂風浪劫，我都要裝備好自己保護你。好啊！哎呀，你哋唔好咁怨氣啦。其實武功咧係用嚟止乾戈嘅，佛山嘅武功係來自於武德。呢個武功嘅精神咧係有秘密嘅，等我帶你去睇下啦。好啊！佛山祖廟歷史悠久，喺佛山人心目中地位非凡。唔單止建築被譽為嶺南瑰寶，更係多種佛山文化嘅發源地。每逢農曆新年前後，好多街坊都會專程嚟祈福，祈願新一年平安大吉啊！哇！我哋身後呢位咁威風凜凜嘅，一睇就知係北帝啦。師傅，點解我哋祖廟會供奉北帝嘅咧？嗱，其實話說咧，祖廟以前咧就叫龍住祠，係間祠嚟嘅。其實喺北宋咧呢個元豐年間咧就已經係有。經歷過唔同嘅戰火啦，有明朝重建翻啦，清朝光緒年咧又重修過嘅，咁所以其實歷史悠久嘅。重點咧就係去到明朝嘅時候，咁就喺正統14年啦，咁啊發生咗一件叛逆嘅事啊。當時咧就有一個叫黃蕭養嘅人，咁就喺德灣區呢度作反，咁佛山呢度都好混亂。但係當時咧就傳出北帝爺顯靈，咁而助戰喎，咁更加咧就帶住好多蚊啊！咁所以咧嚟到祖廟咧，好多時候咧，我哋着長袖衫啦，蚊咧就盡量唔好打死佢，都係一種尊重同埋流傳落嚟嘅典故嚟嘅。因為平亂有功啊，咁後嚟咧朝廷咧就頒贈咗呢一個祠咧，叫靈應祠啊，大家都覺得保護咗呢笪地方，北帝廟咧就成為祖廟啦。
師傅，我聽講北帝係治水嘅，咁佢同武術又有咩關係咧？其實咧喺明朝咧，永樂大帝咧已經將自己嘅樣同北帝爺嘅樣咧混為一體啊，所以人神同相嘅。原來北帝咧咁有龜蛇鎮大江嘅講法，咁其實龜同蛇咧原來代表盾牌同埋一支矛。咁亦都係代表住咧星宿嘅玄武星，玄武星咧就係主武功嘅，非真武不能當之。所以咧，佛山咧出咗好多有武德又好武功嘅人。有武德又好武功，梗係唔少得佛山人嘅驕傲黃飛鴻同葉問啦。祖廟設黃飛鴻紀念館同葉問堂，展示佢哋生平事蹟。而祖廟呢度仲有同武術好有淵源嘅醒獅表演添啊！得，好唔好睇先？好正啊！嗱，師傅，我想問啦，點解會有舞獅呢樣嘢嘅咧？嗱，其實咧，遠至喺梁武帝年代咧，已經有話佛咧出行嘅時候咧，就有蓮花獅子座，已經流傳住人咧去扮獅子噶咯喎。咁啊代表咧驅走啲邪氣啦，或者唔好嘅嘢，幫佛祖開路嘅意思嘅。去到唐朝嘅時候咧，唐明皇夜遊月宮，就遇到啲妖怪追啊！咁但係咧就出現咗獅子呢個物體，就有人去學識點樣去跳個舞步。咁再後期咧就融入咗功夫呢樣嘢，就真係更加好睇啦。咁啊新年咧，因為大家都要去舊迎新啦，可以代表咧趕走啲唔好嘅嘢啊。咁所以咧做一個醒獅咧，就而迎接福氣嘅。彩青咧，其實亦都代表春天咧嚟到啦。咁啊寓意住咧吉祥喜慶嘅意思嘅。咁彩嘅菜咧，亦都同財咧好相近嘅。所以接菜咧就等於咧醒獅驅走唔好嘅嘢，我就俾啲財氣我哋接財氣啦。點解要用黃色同埋紅色咧？因為咧文化嘅一路發展咧，咁加入咗唔同嘅古代角色，其實當中咧就加入咗劉關同張啦。黃色通常係代表劉備嘅，咁啊關公咧就紅面啊嘛，所以紅色嘅。但係黑白色咧就代表張飛，但係因為張飛嘅性格咧比較好戰啲嘅，所以通常咧唔係隨便出場嘅。祖廟每日會有3場醒獅表演，想睇記住早啲霸位啦！嗱，佛山咧有武德又武功高嘅師傅，又有葉問啦，又有一代宗師黃飛鴻喎。咁其實咧喺文化上面咧，仲有一樣嘢大家一定要睇嘅，喺嗰邊。哇！師傅好高喎個台，點解要咁高咧？對我哋嚟講梗係高啦，但係你睇下由台上面直望聖域之後咧，你就見到北帝殿裏面北帝爺喺度啊。其實呢一個台咧係酬神戲啊，係演俾北帝爺睇嘅，亦都係咧粵劇嘅一個其中發源嘅根強嚟㗎。粵劇咧先發展到你哋嘅電視劇同埋電影啊。咁勁啊！咁我哋企喺呢個台上面係咪好威咧？梗係啦，喺台上面演戲真係出將入相啊！咁以前咧曾經站過呢個高台演酬神戲嘅咧，都係大老倌，知名度係越嚟越好嘅。咁所以你哋站過呢個台咧，我都恭祝你哋今年大紅大紫啊，名聲大噪啊！好，咁我哋都祝大家大富大貴，身體健康，恭喜恭喜！喺過去1年，佢係 A0毒男，仲要係3毒、孤獨、木獨同埋排唔到毒。點知一到咗馬年，天哥，你隻眼好細好 charm 啊！你又大隻又靚仔，你呢期咁紅，可唔可以帶下我啫？咁好桃花嘅？師傅，因為咧今年屬雞嘅朋友咧個運勢咧就係桃花運第1位啊！咁亦都代表住啦，今年咧就係12年一次嘅紅鸞星動嘅年份，有冇聽過啊？聽過。紅鸞星動咧，咁就代表住啦單身嘅朋友咧，特別係雞仔咧，就好容易遇到心目中嘅真命天女同埋真命天子啊！同時今年亦都見到有太陰星高照啊，咁就代表住咧會多咗好多女性嘅貴人啦。咁所以屬雞嘅朋友咧，新一年嘅運勢嚟講咧，無論係感情抑或事業咧，亦都相當好啊！實不相瞞啊，其實我先至係真正屬雞嘅男人嚟嘅，佢做戲咁做㗎咋。我哋唔好理佢哋啦，
我係屬兔仔嘅，想問下今年嘅桃花運如何咧？嗱，屬兔嘅朋友咧嚟到新一年咧，咁你哋嘅桃花都相當旺喎，因為咧就排第2位啊。今年咧就係天喜桃花星嘅年份啦，咁所以咧就見到有正桃花啦。假設你單身嘅話咧，咁你嘅桃花運非常唔錯啦。但係如果你結咗婚或者拍緊拖嘅話咧，又見到有粒咸池桃花星，咁就代表住霧水情緣嘅桃花。咁所以新一年正桃花又有，霧水情緣桃花星又有，咁就好容易有桃花劫啊！小心啊！咁我咧就係屬虎嘅，我想問下咧，如果 A0啦，又或者想出 pool 嘅人士，今年有冇機會咧？你生得咁靚女啊，當然冇問題啦。嗱，本身屬虎嘅朋友咧，佢嘅桃花運咧咁就排第3位嘅喎，再加埋啦，今年亦都係你哋嘅財運年啊。對於男人嚟講咧，行財運知唔知代表住啲咩啊？除咗錢銀，咁就代表住女人。冇錯啦，所以新一年咧，屬虎嘅朋友咧，特別係虎仔啊，亦都好容易識到一啲對佢嘅金錢有所幫助嘅女性啊，所以桃花運方面咧，亦都表現得相當唔錯嘅喎。咁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催旺啲桃花咧？最簡單啦，2026年咧，我哋嘅100桃花星啦，咁就飛入咗中宮啊，咁所以我哋每一間屋啦，或者我哋間房嘅中宮位置啦，咁亦都可以擺放我哋嘅招財人緣樹啦，同埋咧，亦都可以多啲喺嗰個位同人傾電話啊 ，send message 啊，咁就自然令到你嘅桃花運越嚟越旺啦。咁就掂晒啦！祝咁多位單身嘅朋友成功脫單，桃花超晒班！屬兔嘅朋友嚟到馬年咧，亦都係輕微嘅犯太歲喎，呢叫破太歲。破係人際關係嘅破壞啊，所以今年咧同人相處嘅時間一定要小心啲。好在我哋都有大量嘅吉星照住，有天德星，天德係上天之德，都代表住福氣㗎。仲有天喜星喎，天喜係代表喜事重重啊。今年咧係好多喜事可以參與，所以心情都愉快啲㗎。另外福星係比較內心強大少少啊，有呢個星，就算你遇到打擊咧，你都幾樂觀嘅。咁同時八座亦都係一個幸運嘅星嚟㗎，所以今年係有少少幸運之財。要小心啲咧，就係有咸池桃花同埋卷舌星啦。卷舌係是非口舌，等於一個破太歲嘅狀態之下，即係關係容易誤會同埋破壞咗啦。咸池桃花係一個短暫嘅桃花嚟㗎，代表住鏡中花水中月。今年嘅桃花係唔穩定㗎，建議咧同一個9型嘅飾物去化解一下呢個輕微嘅犯太歲啦。香港歐化飛鷹，今個馬年朝氣連場，超爽朝氣開好年，馬年限定版阿薩希 Super Dry。你覺得曾之柔點？你係咪中意佢？點解鄭柏妍成日自己一個嘅？你成日避開其他人，我明嘅。點解你唔敢接近我啊？你可唔可以幫我保守秘密？香港電視界首部 AI 生成連續短劇，在我心中你是獨一無二。全套10集已經喺My TV Super 上架，免費有得睇啦！My TV Super 電視3.0，睇電視睇多啲。My TV Super 賀新春專區陪你過新年，免費俾你新春，開開心心煲好劇。我恭喜你個發財，丁財兩旺，家和萬事興。同你新春開運，發唔發咧？發啊！一齊睇餸食飯。咁我哋想佢再靚啲，咁少少上去就穩陣啦。仲有精選新年好戲陪住你。邊度都係天堂。My TV Super 賀年新春，娛樂無窮。北川景子產後復出，化身恐怖復仇阿媽。私はね、あなたのお母さん。從奪走你的那天起。 이제 때가 되었구나. 나 흑염룡. 내가 깨어난다. 뭐 하세요? 네? 본부장님 사생활 눈 감아줄게요. 仲記唔記得呢一把聲音？じゃあ俺はその2000人の中から君を選んだんだ。靈魂相遇，生命嘅重量。喺有限嘅時光裏面，佢哋燃燒住永恆。就ずっと一緒にいたいんだよ。1分1秒無駄にしたくない。金城武、心田公子，神啊，請給我多一點時間。
MyTV Super 與你共同守護。MyTV Super 中年好聲音專區翻嚟啦！你可以隨時點播睇翻《中年好聲音4》同鐘聲家族嘅經典舞台，不斷 update 精華片段同埋幕後花絮，迅速掌握賽事亮點同埋獨家猛料。當然唔少得每星期33台嘅 Chat Room 直播，有我哋陪你關注鐘聲嘅大小事。想加入我哋嘅大家庭，感受鐘聲嘅魅力，快啲去 MyTV Super 中年好聲音專區啦！由朝玩到晚，越夜越精彩。開到3月1號，趁住新年，一齊過嚟行個大運。想輪住買搶友邦嘉年華飛，有高達10%回贈，買嘢即平。卡威怡日本乾油丸，祝小朋友身體健康，快高長大。賣橙賣到年38，馬年屬鼠嘅好慘啊，因為犯太歲啊，仲鋪一破太歲啊，我成晚瞓唔落啊。屬馬點解係本命年，容易受傷啊！好陰公啊！好陰公啊！邊度人啊？佢係春牛屠牛同，屬牛今年害太歲，不過隻牛去咗守護稻田，留我喺度賣慘啊！好慘啊！犯太歲啫，唔使咁灰嘅，最緊要識得攝太歲。有夠啊！玲玲師傅，咁攝太歲嘅第一步應該點做咧？嗱，咁個程序就咁嘅。首先，我哋填咗張方，我哋就填好晒啦，即係個太歲表啦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就點香咯喎。點香有大香、細香，每人一炷大香、一炷細香啦。咁但係唔好將全部香點晒，因為大殿入邊咧係唔可以有點着嘅香。而我哋一拜太歲咧，係每一個太歲我哋都要放低一支香嘅。咁所以我哋而家先上咗香先，心誠則靈啊！係。乖啦，貢品擺好晒，蘋果啊、橙啊、花生啊、糖啊，我哋通常都係用呢一啲嘅。咁擺好晒之後咧，就然後可以預備先拜斗母元君，記得肉係唔可以入廟㗎。點解要拜斗母元君先咧？因為斗母元君係60個太歲上嘅統領嚟嘅。拜完之後咧，我哋就去當年太歲同埋自己嗰個出新年嘅保護神嗰度拜。玲師傅啊，呢度有咁多個太歲像，究竟要拜邊個先呢？知唔知點解有咁多個太歲像咧？因為其實60甲子有天干同埋地支，而嚟緊呢年咧就叫丙午年，所以咧我哋就揾翻丙午呢個太